的三声要离开，讨海掠鱼去外位，袂当时常成相对，放你孤单上去的开，为要带来幸福甲富贵，阮来这苦无所谓。希望你唔通悲伤，咱来离开是暂时。爱听台湾歌的朋友拢知影讲，这条歌叫做《行船的人》。啊，搁另外一条讲，每日生活在大海，行船走天涯，迄叫做行船人的爱。总是行船人谈头话内底，普遍是咧描写踮商船顶头食头路、做工课遐水手的心声。啊，来到1980年代，另外一种歌路，另外一种曲风出现伫歌坛。船里的三声要离开，讨海掠鱼去外位。是啦，这是描写讨海人甲行船人无共款，讨海人的心声。这条船里三声是人称乡土歌王的七郎头一块专辑的主歌，咱先来听。先来听甲七郎共起义的对唱的歌后方怡萍，讲因30几年来的感情，30几年来的交陪。希望顺风愿再七龙的爸是我合唱的第一个男生，一卡手指。一卡手指呢，其实是我的专辑，然后迄阵啊，佫是黑胶唱片，然后七龙兄就帮我唱了 A 面跟 B 面，然后他是 B 面的第一首，我是 A 面的第一首。结果咱是伫唱片的时阵，A 面拢 B 面先听，啊听到伊，都不知道这个要啊，人大家拢以为一卡手指是七龙我爸起的，所以我觉得我玩弄啦，但是也蛮好的，就是起码大家认识了这个歌，认识了七龙兄。港岛的我，犹原来笑着故乡的海岸。暗暝的爱河边待情意，因阮来过着一个快乐的暗暝，有情人双对对亲，像对阮表示，虽然暂时要来离开。港岛的我，犹原来笑着故乡的海岸。暗暝的爱河边待情意，因阮来过着一个快乐的暗暝，有情人双对对亲，像对阮表示，虽
虽然暂时要来离开，阮也会来等待你。情人相对对，亲像对阮表示，虽然暂时要来离开，阮也会来等待你。一卡手指要消送，上惊心爱嫁别人。遮尔互感动的歌，原主唱人有两个。头拄仔咱听女主唱人方怡萍，怡萍姐咧讲伊甲乡土歌王七郎的交情。男主唱人七郎的兄来到咱节目的现场，七郎大哥，欢迎。你好，国珍。大家好。哦，我你安尼介绍我呢，嘛真歹势啦。属实啦，你若讲啊，我不为过啦。歹势有原因的啦。嘿啦，唱生若开档啊，你要个无一个歌王的称，即个做称呼嘛袂使咧。这嘛别人无法度唱的呢。乡土歌王。这有影你讲安尼。特殊有乡土味的。剩我咧唱尔啦。所有遮观众朋友，你若看到方怡萍遮大仙，七郎啊兄伫遮，敢若乌一个人影吼。啊是安那？迄当阵安尼安排？乌仙啊，迄阵时阵我肉拢乌的，我说我的名做乌娘啊呢。这方怡萍，迄个时嘛无人捌伊啦。迄个时啊，迄个时拄好阮两个唱一卡手指啦。迄个时阵，怡萍姐家己嘛讲这条歌查甫的主唱人有小可去抢到伊的光彩呢。安尼哦，伊伫我面前拢去笑面呢，讲我，哎呀，我爸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迄个阵是虾米款的缘分？哪会去谈伊的唱片的专辑内底，甲客串这条？这来讲的话头长呢，这讲的可能2点钟哦。高雄迄个时阵听佫真流行，民国75年、76年迄阵啊，所以就是有一个巧合吼，拄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叫做梁林，我的先呢，音讲毋是先的啦，伊是。广播电台伊甲我牵入这个所以call我来介绍一位叫做梅龙老师，捌听过无？足出名，迄当阵写足侪足 hit 足好听的歌。这首歌曲就是梅龙老师写的，可能甲我较有缘安尼。就有一遍的时阵吼，这个老师这个梅龙老师拢写一寡艺曲仔歌迄种的18条啦。无啦，大哥，人嘛有迄个足正经的、足迄套的歌。好，难忘的西部山。好，对，迄套的。大哥喊2句啊。透早起来冷甲寒，冷水洗面透心肝，安尼啦。故乡爱人无来看。放阮归心做落满。我才调写这个歌，你甲听。这世界级的，这不是，这别人无人写这种的啦。虽然水准当时都虽然水准无悬啦，但是有真个真客人爱唱这个歌呢。这是水准足悬的，是正台语的开口。当时你甲伊相捌的时阵，你10外岁啊呢？退伍回来啦。因为退伍回来无工课，无得数啦。迄阵咱讲真诶啦吼，就是即个美容老师看到我，我的老头家
借送，讲哦，这个一骹手指，就是互这个查甫唱就对啦。方一平的专辑呢，伊一阵遐大阵呢，遐新名呢，我毋是呢，我是一个边仔一批乌线的呢，算讲我无还袂要互人知影讲迄个查甫是啥物人。嘿，迄个时阵的唱片真好卖，包括咱迄个写迄个今年一定会好过，甲写一条解咒，互七龙泉咧翻身，温情人啦，迄个叫啥你知无？迄个做洪文斌啦，嘿啦，文武斌啦，伊都无啥会客气咧，嘿，伊是讲我意思是讲，毋是歹哦，伊真好真好，我咧食物件，咪咧食物件，拢伊咧请呢。嘿，但是哦，伊就算讲较少淡薄安尼啦。嘿啦，迄个歌吼，一块歌卖咧，人拢卖3-5万尔，伊卖50万呢。过去的市场开始无共款。嘿，持续安尼落去了后呢，唱片无人要买。迄个时阵，方一平甲你共即块唱片内底，那亲像讲你的反应较好。啊，毋过恁两个吼交情无改变呢。迄个一卡手就是原主唱是伊啊，查甫啊，佮唱一版查甫啊啦。头家意思就是讲即个做互两版都去录啦，看起来要调对一版啦，看调查甫还是调查某的。安尼，结果较好运迄个乌线的迄个，哟，迄条歌，大家拢总七龙唱的。梅龙老师咧讲话。张党的毋着安那真神，足神，是世界神。伊讲咯，即个查甫，即条歌一骹手指，即个查甫唱，若无唱过来，我头壳剁起来你坐。有影讲即个话？伊甲董事长，伊甲唱片公司董事长安尼讲呢。人讲你拄出道，拢甲你认做单一路，是歌路，是讲你有条工学伊的开口。歌路啦，歌路要上啦，声差足多的啦。较早一龙嘛伫新代嘛，对，共款老师真侪老师应该拢互相拢有教过，这敢有影响？我是陈明阳教，美龙是算讲哦，甲我互我组装的，写即条一骹手指。敢若我一位朋友哦，因太太一骹手指就卖差不多5000块啊啦。伊个人拢迄夜市有无？夜市拢摆一摆，一担。有卡带甲夹带嘛，才100块。迄时有时阵就用，就走去倒呢。比如讲，国珍你咧做生意你咧卖量咁大，你大唔大？迄个所在遐，我甲方一平两个就去遐唱，卖互即个业者啦人咧卖量咁大钱互伊啦，就咱销大就好啦你。即摆若要滴，这个去中盘摕安尼啊，若现去的一工有时卖要千几块呢。因兜的变数你算甲斗空有对啦。足多的啦，一个唱片就卖40-50万啊，40-50万偌济，400-500万当时30几当前的400-500万偌大样啦。我嘛想讲毋若敢若讲即条一骹手指尔，我要告互所有好朋友换来听啦，听你尾下家己出家己的专辑，嘛是搁迄度。真正久无叫你的名，真正久无听你的声，忍不住搁再想你的形影，偏偏咱来。过着定定的山，故乡的情伴，一个时阵不知
上鼻通来安慰我，也是感觉异乡风雨过。真正久无叫你的名，真正久无听你的声，忍不住搁再想你的形影，偏偏咱来过着定定的山。故乡的情伴，是个时阵不知变安怎。虽然有你的橡皮糖来安慰我，也是感觉异乡风雨过。故乡的情伴，是个时阵不知变安怎。虽然有你的橡皮糖来安慰我，也是感觉异乡风雨过。对几岁开始兴趣唱歌？我差不多6岁囡仔，啊，你毋知有看过？你少年人毋知有看过网络啊？迄无？咱外口面吼，走江湖的，吓对，化场卖药啊，卖面汤药。啊，你捌对人走去哦？我毋是啊，面汤药人迄种的，迄是讲去遐咧做生意啦，啊，拢会去看人咧做戏啊，吼，啊，看小姐迄个穿迄个裙拢开叉安尼啊。啊，甲你有啥牵连？我去咧看，啊，拢孤立咧头前去啊，拢烫只骹尔啦。迄个时阵装骹拢烫只骹啦，嘿。啊，即摆人就会讲哦，迄个啥物人的囝啊，甲写一个歌伫咧，甲写一个甲要客串，哦，足好唱的。哦，像咱即摆这小童星啊，即摆已经拢35啊，较早迄小童星足多啊。啊，我迄阵啊，就是哦，迄个时代，阮遐就无即个做囡仔伴啦，啊，看我会唱歌，逐早去嘛叫我去咧唱。啊，你当初拢唱啥的歌？哦，你讲偶像啊，咱我真正客店阿兄，叶客店先生，嘿，伊个歌出来吼，伊17、18岁啊，因就咧录啊嘛，啊，因17、18岁啊，我才要5、6岁尔咧，嘿，因咧唱咧，
阮就是伊青春的来山的兄哥。我唱这个型的啊，我一直就轰动啊！你要看，我是生了较无着时代呢，我来生伫迄较早，差不多迄个因个年代的时候，我即马嘛是长青树呢。啊，你本来即满就已经是长青树啊，你搁敢讲？我才35年呢。啊，失敬失敬。迄学你唱35啦，唱35年啦。那个，啊，你细汉你就只爱表演，啊尾啊吼，你是啥物款？起啊，咱毋知要唱啥物起，安怎么起？我要，迄个人来讲，甲走落头啦，这囡仔的，迄个起的，嘛无咧讲起啊，囡仔调甲走落去就对啦。后伊去就唱了，佫袂歹呢，袂歹，伊就唱好唱歹共款，你有迄个唱着共款，就送迄个迄个杀文啊，无就迄个文君啊，安尼送的安尼，就起歌啦。即摆送互你，摕倒来厝做欢喜啊啉。老爸老母拢嘛做欢喜，哎呦，阮囝会唱歌。啊，你是甲几岁吼？你才伫甲讲，我想要安尼好好找一个先生，安尼来学歌。高中毕业了后，就读无嘛，细汉熬读啦，读到高中来吼，因为我读紧较硬斗的，老师佫会讲的迄种的啦，嘿啦，所以呢，伫迄个时阵吼，我家己感觉讲我咧唱歌敢若袂歹呢。细汉的时阵，小学的时阵拢有志愿嘛吼，我的志愿啊，讲我以后要当歌星，讲着讲咧，当歌星的拢做引导啊，做引导现在做水，明星拢在做引导啊，做落卡安尼啊，像咧2027这种的咧大明星啊，他们是讲，唱歌应该也是那个，学问嘛爱作悬呐，想有一段时间，咱咧想讲莫莫唱啊，唐苏人。结果唱着佫袂呢，算平平啊，无介红嘛，还有中上的啦，嘿啦，歌安尼唱，愈来敢若顺顺了呢。透早就第唱片就一骹手指啊，就红啊你。你讲高中毕业了后，开始想要去找老师，对，去真正去拜访讲，倒一个老师较够教。陈明阳老师，我就是陈明阳老师一手。看成起来，但是当然第一个毋是伊啊，是美容老师啊。讲到美容，拄啊，咱都有讲过嘛吼。美容老师伊也是鬼才啦，咱讲真正，迄乐器逐项都会啦。伊摕起来逐项都会晓。真正是你音乐界的贵人呢。有真侪吼，这个历史即摆来甲回想起来吼，是讲我细汉体安尼哈，哟。细汉的时阵也无半撇，厝内面个佫无田园，囡仔四界浪四界溜安尼，读册当下就安尼啊。咱一路行来，咱有别人有放牛啊，饲牛的无，囡仔爱去饲牛啊。我阮兜都无饲牛咧，所以无饲牛的囡仔哦，都毋知要变啥物货。这唱歌。听音乐，就是这种唱盘这黑胶啊这，甲老母摕钱，摕钱去买这个这唱片这，咱买客电那遐，老福州啦，西电遐啦，这种的这个做黄三元老师啊，迄唱做乡土味啊。真正踏入去艺界了后，咱才知影讲，原来。艺界毋是亲像咱所想的，遐尔啊请赢。你伫新代虽然讲一骹手指，尊礼三声，思乡情歌，拢轰动。不过吼，咱亲像原来有浮浮沉沉的时阵，对无？有哦，一段时间差不多5年过出外囡仔，迄个时阵过出外囡仔嘛是有钓，尾下钓起来。啊，哪会打动？一块一块一直钓，哪会动起来？动起来迄段时间就是在我咧问张董的啦吼，张董讲我都无钱通开广告啦，嘿啦，毋是洪文斌老师啊，洪文斌老师伊咧卡萨里咧
咧广告哦，啊你唱片你无广告袂使红，对，我就咧停几啊年，啊尾啊，即马再过来叫我去录下酒，啊佫对啊咧，小可喊两句啊，真侪朋友听你讲下酒，敢若有一个印象。哦，安尼吼，好来。想到阮心中的老朋友，啊，一日不见如三秋。啊，大哥大，咖喱香，噔，请你来去啉烧酒。啊，其中吼，迄个上记，互人的印象上深的，就是迄个演安尼迄个所在。演烧酒。哦，我唱互你听吼。唱互大家听啊！我咧演烧酒吞了，心肝才袂过归去哟。这个是下酒啊，这条歌嘛拍开你甲酒有牵连的歌咯。哦啊，酒可能讲啦，歌手我唱酒的歌唱上多啊。啊，这条是小可红尔，嘿，要讲一条就是叫做。解酒，因为下酒下了吼，解酒啊，解酒解，伊佫会下酒哩，对啊，所以做就是我讲到这条解酒啦，这条解酒咱讲事实。若无这条解酒吼，我今仔日可能去咧订房无。有影。嘿啦，迄个佫翻新起来啊你，因为现在少年仔迄阵钱袂欠嘛，这一工会当走5、6摊、7、8摊的迄个工地秀，啊兼歌厅安尼，啊佫中昼佫结婚，啊话入厝的，迄个时阵的经济真好啊。殊不知无偌久了后，遐钱都佫无半，拢无啊啦。啊，你是安怎撇的啦？负债啊，啊，等来朋友伫遐找我，差不多我咧请较侪啊。咱两个讲到遮好，啊，我拢毋捌等到你迄个时机。啊，你著袂啉你。安尼咱来啉一下。认真讲吼，头拄仔咱咧讲即条解酒。解酒。大哥，认真讲即条解酒，当时嘛毋是主歌呢。是咯。嘛是。两条拢是。毋知安怎样，讲安尼愈唱愈轰动，轰动甲连中国福建、闽南沿海，拢咧唱即条歌啦。唱歌足我唱的人真多，但是迄个味，唱的就是乡土味。拄我咧讲的遐老师遐也就我先辈，都3、4个拢是乡土味的啊。啊，来这个调我。在我的感觉吼，传统的台语歌有一点就是词甲曲一定爱卡了足吧。像讲大哥咧唱一骹手指，唱春雷的三声，这拢毋免看歌词，你就有法度体会讲伊内底的感情，毋免摕单淡仔对啦。对。正经的。嘿啦。你讲文龙老师写的《难忘的西帽山》，嘛是即落味啊。对啊。见面落去，难忘的西帽山，海风冷甲寒。迄样唱的比讲的较好听，真正词甲曲就是配合了真斗搭。歌词好，你嘛伫咧melody爱好呢，你曲爱好呢，曲好，歌词嘛爱好呢。词甲曲互相的配合的对档的，赶紧，我互朋友吼，就来听这条解酒，体会一下啊，七龙仔兄酒歌的特色。来啉酒是我的习惯，临时要改实在是有困难。予我准备，予我时间，渐渐来袂记你烧酒干。解酒的人，全身是袂轻松。解酒的人，头壳是空，心爱的人，望你体谅，望你来斗相共，鼓励我。
酒是我的习惯，临时要改实在是有困难。予我准备，予我时间，渐渐来袂记你烧酒干。解酒的人，全身是袂轻松。解酒的人，头壳是空空空。心爱的人，心爱的人，望你体谅，望你来斗相共，鼓励我的决心，鼓励我的希望，鼓励我解酒为你一人。全身是袂轻松，解酒的人，头壳是空空空。心爱的人，心爱的人，望你体谅，望你来斗相共，鼓励我的决心，鼓励我的希望，鼓励我解酒。人，较早吼，秀场长好的时阵，我要请大哥来甲咱回想一下。讲一工走4、5场，你家己咧讲的，钱唔足好赚，好赚到什么程度？是咧，就伫咧10点工地秀就开始啊。有影，这有影。工地秀拢伫咧差不多伫咧拜礼拜无唔对啦吼。但是伊10点就开始演出啦。我这个走去歌厅拿保证啊，去接第2场的，哦。啊，第2场接了后呢，因为听了佫有做一个下晡做2场的，安尼有安尼。啊，佫中昼讲无对，中昼迄个时候有结婚嫁娶的，迄佫走一场安尼。啊，下晡嘛是工地秀咧，下晡差不多3点就3、4点就工地秀。啊，这歌星哦，走这边袂赴嘛，啊，拢烧调的。迄阵也无啥分大细牌呢。是毋是大牌拢伫咧排尾后头一最后一个。呢？拢最后一个啊，但是毋是啊，拜托我无要做主秀啦。我头前我唱了，我较紧来趁钱要紧哩。啊，佫暗时啊咧，暗头佫唱一个，佫去唱一个暗会结婚的。嘛是婚宴场的。嘿，婚宴场，啊，唱2条、3条就走啊，2条、3条，你钱领就走啊。啊！你头拄我讲的这怎么等下歌厅？永远要等下歌厅。每一场拢现领，这无欠笑的呢。嘿，你著唱这无伫个啦吼，罗碧莹你知影啦吼？伊原来伊就敢若有一条照片天下，我的一颗心像个一个人。安尼尔啦，除了吉他唱对，歌词唱对唱唔对拢不要紧啊。反正我就上台，我来就是要先唱啊，唱就有钱啊。我已经2年无做秀啊，所以我拄好麦克咧举啊，敢若举咧无啥会好势安尼，都要落落。无影啦，啊我拄我咧讲我唱10几人个人咧唱，看敢老性格安尼，嘿啊，啊你即摆你徛伫咧唱的时候，因为哦，我伫咧即个做2009年办一场演唱会，迄个郭真毋知无？足轰动伫高雄。就个真足轰动着，老师嘛有去，即我的老师、我的先的拢有去，嘿，拢有去看我演唱会。啊，想袂到讲哦，
出自因的意外讲，哎哟，啊，这个高音还佫袂歹啦，这伫咧南部演唱会安尼人安尼遐多，咧听咱这个乡土味的，哦，咱这个做这台语歌的，啊，无我是会晓唱足侪种的啦。你较用心咧听，都是上开口的歌。哦，你若即马这国语歌曲这个少年咧唱的，迄我甲你讲 no 啦，歹势，迄无一条要唱的。哦，啊，你若是过去咱做囡仔先听迄老先仔咧唱的国语歌，啊，几乎拢会啦，水拢会晓唱啦。啊，唱，但是我这个味是台语味，是乡土味的。啊，你细汉伫学校讲台语，敢捌互发过？我一箍银啊，一箍银，你著今仔拢无啊，老爸的老母才1箍2尔。迄当阵红发的囡仔，即马一条一条的台语歌，真正坚持继续唱，唱出这手面趁食，出外囡仔的心声，这上界可贵。有时阵心内郁卒，犹原毋敢讲出嘴，啊，忍受一切酸苦味，决心踮遮毋转去。故乡的妈妈免挂意，如今他乡的路拄则到位。另外，这个歌都偌酸了啊！哦，譬如讲，读册读毕业啊，无想要读啊，就是游子啊，就是去他乡趁钱啊，趁无钱，佫毋敢倒来。要倒来厝内面，无钱交啊，老爸老母哩。啊，然后伫咧外口过年安尼啦。听七龙兄安尼唱，你真正心肝会满掉的。啊，可能真侪人毋知呢，大哥，这条歌你来甲看歌仔谱，伊写讲作词的人单林，事实就是你头拄仔咧讲陈明老师的笔名，啊，伊专门咧写这条歌呢。嘿啦，啊，你遐讲啊，即摆现在都看到这个来讲啊，你甲我闹开。无啦，我甲公布伊的真面目啦，毋是甲闹开啦。啊，你歹势，迄间公司都毋敢大啊。你拢讲这厝外囡仔是啥物人写的？啊，其实是因爸爸写的，啊，事实是安尼无毋对啦。啊，讲这条厝外囡仔写后生的名啦，少后生的名，啊，就是毋若干那这条。你会知啦，你会知这。啊，我吼足崇拜伊的，啊，我嘛足爱听你的歌，所以我拢去探听。啊，佫毋若干那这条。搁另外一条，我真正足感动的，就是《司机大哥》。哇！这原来伊写，原来用日本曲写的啊。迄日本曲爱来填咧，伊歌词真慢吼，啊你歌词捌咧唱无好唱啦，家己也加袂清楚的吼，毋知咧唱啥啦。啊，你咧学到家己啊？等下我即个家己就清楚的，才有才了唱啊。啊无啦，我咧家己足清楚啊，家己讲话嘛清楚啊，家己吼，啊伊迄速度足紧的种咩？我每天驶一台高速公路的大卡车。我每天驶一台高速公路的大卡车，好亲像流水寒月，规前途爱打拼，无一口冰冷提起着我，目睭爱向风前看。头风落雨也着行，啥人了解我？对高雄经过台南，甲伊分林到彰化，过台中苗栗新竹土到台北，我每天驶着脚车鞍，那飘浪过成
大爱，当当咧喊到咧旁边人，心情决定放互去撞。我每工盼无停，人生中的温泉伴，车前顶望雾光线，喊到愈欢好正。穿过了山洞，越过海岸，西田花白迄山岭。想着阮厝内面的物件，夜夜等待我。你庄脚弯弯弯弯，坎坎坷坷路歹行，愿太伊跋山过岭，路面又搁行。我每工驶着脚车鞍，那飘浪过生活。头拄啊，大哥有讲你本姓姓苏啦，我姓苏，人拢叫你乌良啊啦。啊，对对对，人佫甲你称呼啦，讲你有做苏党的。头苏党我敢若毋捌听这个苏有啦党的。，人拢讲吼哦，你安尼对头一块一卡手指即块曲盘，就是新代唱片。对对对，啊，到即马啦，嘿，已经30几档啊啦，共款伫新代唱片，一定新代唱片的头家啊。哦，我毋是，苏党的啊这你毋通误会哦。我甲咱听友讲一下，咱的好朋友讲一下哦，啊，甲郭真理讲一下。大家拢讲我，吼，迄唱片公司头家的七郎，我毋是，我无遐熬。我唱歌拢唱歌尔啦，一直拢唱歌安尼尔啦。吼，啊，着加减啊一寡新人牵的安尼啦。嘿啦，啊有咧制作一寡唱片啊。对什么款的缘分，有法度踮咱公司踮30几档，踮甲讲公司的负责人换人啊，你也袂走。嘿啦，啊所以迄可能拢咧风声啦，风声。啊，像要像我安尼的人哦，实在太中咧。30几档拼无走的歌手，郭真你敢知影？佫有啥物人？应该台湾目前看起来，台语歌的艺界，独独敢若一支啦，乡土歌王无别人啊啦。这可能戆啦，无啦，甲公司有缘啦，嘿啦，啊公司嘛对咱吼，哦也真照顾啦，咱讲事实啦，啊这互相的咧，无对的时阵吼，咱感觉讲无定换来别位发挥啦。嘿，啊，即马对的时阵吼，别位有啥人有甲无手软啊啦。对啦结果独独你敢若拢无走，毋若无走啦，佮家己吼无情行对无后去，佮写歌词，啊，佮制作人，讲起来新代图真黏呢，大哥。嘿，这头家有吩咐啦，讲吼，别人也使走无要紧，拄啊七龙袂使走啊。我著听即句话了，啊，真正就那了了，嘿，啊无签约啊呢。初开始的时阵有签约尔，一骹手指的时阵签5档，啊来就拢无签约啊。即摆头家啦，提单要来定写，我毋免写啦。会走就走啦，咱若袂走的永远就袂走啦。甘愿咧删你，因为我去北京也无一定会较好啦。啊，讲事实就是安尼啊。即种个性有当着啊，咱有顾袂着的，咱顾袂十全的。像讲家庭方面，是毋是咱着变加减有开起？是，你若讲这是真正有影哦。家庭方面，你像囡仔，你照顾袂好势咧，啊某也顾袂好势咧，双全走了的啦，包括我啦。所以哦，我人生业界人生哦，我的故事会当写一本书啦。但是家在价值就是讲你的囡仔真独立，即马头路嘛真好，无互你操烦。哦，你讲啊是有影，输你就输啊。台湾歌谣就是咱心所爱的歌，所以大哥才会对无前行，甲对无后去，
家己佫会作词，无啦，江都的月，诶啦，我作做拢无作品哦，我无爱甲人相抢啦，相抢啦。伊咧一寡写歌的人都无饭人啊食啊，你咧？哦，你讲这个话就伤煞啦。我讲事实，你即马写歌的人一堆哪上山？哦，啊你写的时阵，就人要滴，唱片公司也袂趁钱，毋就人要滴。啊，当初是安怎来去写这条江都的月？你咧讲这个就互我心痛的时阵啊，我就互离婚啊，啊，莫讲互离婚啊，讲互离婚就无查某囝咧气概啊，嘿，伊就是因为翁仔某啊当中嘛，一定是迄个嘛，哦，爱对着是一个艺人啊，啊，这艺人当去3更半暝啊，哦，啊3更半暝，所以当时要找一个翁，伊就艰苦咧。哦，啊，囡仔要找一个爸爸嘛艰苦咧。哦，啊，这长期累月愈来会这经营着安尼，翁仔某啊，这个感情就愈来愈疏远，就安尼，啊，就吵闹就讲啊，迄阵啊拢袂晓想嘛，讲啊，离婚就离婚啦，哎啦，你交你的，我交我的啦，但是我独无搁带女朋友的啦。哎啦，我对阮囝始终如一啦，我对伊是100%的疼爱，因为我亏欠他。我亏欠的就是说，我在外头，甚至在国外，哦，只是个作秀，啊，你要看一个爸爸，哦，爱足久才看会到，对阮囝。啊，佮讲这个话是笑容中间带几分的苦楚，经过镜头，咱来表达对乡土歌王七郎用心的尊重，亲像世界影星同款，大哥甲阮印一个永远流连的手印。哇，上好，这是要互我，这算讲来到这，算是咧我的代表作。大家用心的纪念，安尼用心的纪念。好，哇，这大明星才有呢。我今仔日吼，我会当来是这安尼用力吼。好，好。永远流连的手印，吼七郎大哥乡土歌王今日遮好的缘分，会当来遮开讲，足感谢你。谢谢，我嘛真感谢国珍吼，啊咱制作单位啊，启用这个机会。永远流连，无法度放袂记，都是单仓卖菜，也是咱遮的司机大哥。你我拢是出外的囡仔，啊是，咱伫心头有苦楚的时阵，咱想起过去甲所爱的人，一骹手指，一条破链。如今感情有变迁，咱只有是对天塞奶，总是爱继续向前行，总是思乡情歌唱出来，永远留伫心内流连。感谢乡土歌王七郎大哥今日欢喜来开讲。谢谢，安尼呢，即摆留言安尼敢毋是？那个赞，好。